我们非常恭喜也祝福韩市长跟张院长今天能够韩张配成型。那我想韩市长从头到尾能够跟张院长一定能够同心协力我们共同努力打赢2020的总统大选跟立委选举。那我也相信这个张院长不论在国政或者是在各方面都可以给韩市长很多的支持跟加分。那我们大家一定也都是全力的支持，共同努力。云林同乡会的时候有讲说，作为一个只有身为住在云林以后才知道云林人的痛苦，还有甘扣，还有觉得好像他觉得很丢脸。那你觉得就是在拉票的过程中讲这样的话，你觉得你自己对于这样说法其实我想李嘉芬所提到的咱在地海口人也是在地云林人的辛苦。那因为我过去担任8年的桃园县县长，8年的新北市市长，我们有非常多来自云林的乡亲来到北部来打拼。其实对于云林，不管它的农业也好，它的渔业也好，它在地民众的辛苦，真的要住在云林就能够深刻的体会所以我们不能用都会人的角度去看，一定要深刻的体会台湾的城乡差距以及我们农渔民的辛苦，我们给予农渔民最大的支持。市长，这场选战你会接下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从头到尾都跟韩市长有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我们一定会做好助选员的角色。那至于这个助选员，一定会在总统大选跟立委选举各方面只要有需要，我们就全力的在支持跟协助。市长，地方派系会不会有一些信心松动这样子？目前为止，我们都还是一步一脚印，很踏实的在向乡亲做这个就是拉票啊，然后推广啊，然后也很希望说乡亲能够更多的了解我们还是想要为民服务的决心，然后了解农业的这样子的心来吸引我们云林县的支持。但是其实我觉得云林县很难得，是说100年难得一见有一个这么了解云林，然后这么了解农业的总统候选人，所以我觉得有一种自动自发，都不用我们去广宣很多自动自发的支持者一直不断的涌现，所以也给予我们很大的鼓励，然后也给予我们很大的勇气跟支持。好，谢谢。